經書講，一個人頭15第2節樣講到，透過福音而得救。三是個早文第一個福音是個聽到嘅，像你行嘅傳本隆重人聽呢個頭，除非你浪費呢個信法，你唔係相信，萬人相信福音。一定得救，因為福音有上帝耶穌基督嘅大能，本每個人相信佢才得救。福音嘛嘅呢？福音出嚟講到耶穌基督嘅愛安排嚟到世間，是世俗世界3日然後佢復活，為了咩呢？為了每個人相信佢才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嗱，係咪人相信呢個福音？得到上帝最大嘅恩典，是講唔係半日罪惡達到嘅方面，是講唔係半日自公體穿下嘅糾結達到，隆重佢個一個脫脫，但係呢，因為喺上帝裡面有大能嘅個脫脫一節，上帝裡面有全能本是個得勝利嘅路，上帝嘅裡面有全能嘅大能本是個得勝嘅路，嗱。隆重係要謙卑信任相信呢個福音，而得到上帝嘅恩典。除非你浪費相信，當你聽到呢個福音嘅事實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